美的诗歌，带咱做伙同心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这个聚会讲道的部分要分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牧师来分享圣经的话语，续接要咱要有一个见证，就是咱中部大道事工的见证。要请咱的中部大道的团长，就是咱李思宝老师，互伊来分享伊对即个大道事工的即个见证，互咱更较明白即个信仰伫咱生活中的要紧。咱要分享进前，咱大声来祈祷。主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典甲疼痛，互阮伫即个主日的清早伫遮同心聚会，这是属于你的聚会，也是荣耀主的聚会。愿要领受即款的祝福，愿你话诚做阮的帮赞，赏赐阮天顶来开力，明白你的教示，确信你诚做阮的瓦靠，甲阮的开力。伫你面前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即个农历7月伫咱即个时间拄啊好开始安尼，是差不多对今年是对8月26开始安尼，迄个8月初开始，伫顶礼拜的时间开始，到过2天后是咱咧讲农历7夕啦这拢是伫咱生活上非常熟的节期。但是通过即个节期，牧师要爱甲咱三甲分享圣经，互咱一款正确的认捌甲信仰。所以咱要来讲起即个恩典的节期，平安的7月。拄则咱有即书带咱读的经节是加勒太书4章的8节到12节，是保罗先生对加勒太人一种的提醒。伊咧甲因讲遮个话因为圣经在咧当中事实是对第1节到第7节，所以我要带咱过来先读1节到7节，然后来煞只拄则的，来更较完整保罗伫这段经节内面有甚款的信仰甲属灵的教导呢？咱来看4章1节到7节，保罗讲。我搁讲，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伊伫未成年的时甲奴隶无甚物差别。即句话什么意思？伊讲比如我是继承人，继承人我会当得到我的士大人所予我的财产，但是当我还未成年，就是讲我还无迄个法律上的资格的时阵，我只不过是。亲像甲奴隶共款，无即个资格，无领受得到。所以伊讲，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受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还未到你的法定的年龄，就是爱互人监护所以咱有看见真侪好野人拢有限伊的囡仔到几岁我钱先甲你保管的，若无毋拄好，迄个囡仔人去互别人甲伊骗去，钱都了去伊都摕无到所以这拢有一个法律上的保护啦保罗迄个时代，你看都有即款的法律啦，是用即个法律来讲一个足重要的信仰第3节讲，咱嘛亲像安尼，伫灵性未成年的时，受宇宙间的心灵支配做奴隶。哇，保罗甲一个咱生活上。一个未成年的人伫承接财产，迄款的例，来讲入去到伫倒位呢？讲入去到伫即个咱的信仰。伊讲咱还未信主，也是讲咱还未成熟的时阵会互咱四周围迄个宇宙的心灵在支配，因为咱无坚固是咱的信心，咱有软弱，所以会受迄个奴隶。表示讲，伫迄个时代都拢安尼
但是伊讲，毋过时机到，上帝找家己的囝，互伊对妇人人来出世，活伫律法下。什么时阵改变呢？伊就是咧讲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啊。然后伊讲，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通互上帝甲咱收起来做囝子。咱原来无自由，咱身不由己，即个邪灵、宇宙间的心灵在甲咱控制，咱拢无可奈何啦。你有一个暗中的规律，你就根本无法度通出力就对。然后耶稣基督来，伊救赎咱，然后互咱通搁倒转去成做上帝的囝，表示讲咱搁恢复迄个会当继承迄个重要的财产。第六节，伊关键伊讲，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子，伊有找伊的囝的神入恁的心，互恁叫阿爸爸。耶稣基督用宝血甲咱挽回倒转来，互咱有迄个资格通叫阿爸爸。这是何等大的福气甲恩典，因为平常时咱也无即个资格。所以第7节讲，安尼恁就无搁做啥物，无搁做奴隶啊。无搁受束缚啊！是囝子，既然是囝子，上帝就互恁做继承人。哇！即句话接落去，甲咱等下读的，咱今仔日读的经节，咱就知影讲哦。头前咧解说啦，后壁面保罗咧甲咱提醒，讲你毋通搁安尼啊啦，啊，著做囝啊，搁无成囝的款式安尼，吼，像奴隶啊无路用安尼。所以咱搁来做拄则1节到7节的经节有3段的即个说明。保罗对比信主前的信仰比如，伊讲咱信主的以前，亲像未成年的继承人，你也未正式拥有啦，好像就有迄个资格，但是也未得到。这是保罗所讲的，头一个。第二个讲灵性也未成熟的时阵，咱是受什么呢？咱受世间的这是华语的生数，也是讲生熟。即个灵咱就是讲，咱受迄个无路用的心灵，咱原来台语是安尼。这青神啊、啥货咱都看到安尼足神奇，你都互伊绑去啊。所以咱知影讲，是安那，过2天也是七死有无？咱是迄个北斗七星，迄历史上毋知偌侪，迄个神话故事拢对遐来对无？牛郎安那，织女安尼，什么太白金星，捌听过无？这拢是天顶的星，毋知是宇宙几万年、几亿年啊要都伫遐咧运行，世间人拢互伊绑着。讲什么星，什么星，佫毋免讲现在咱真侪人，足爱看迄星象你属是什么星座啦？讲有100字安尼，好像咱逐个人拢受伊的控制的意思这咱的社会都是安尼。第3，保罗讲，这个有解方啦，有解救的办法。上帝找伊的独生囝主耶稣来世间，使到什么？使到救赎，互咱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就是一个改变啊，一个大转变。咱较早安尼不由自主受控制，但是耶稣基督伊来。为着咱世间人来死，使到救赎，咱就成做囝子的名分。所以，是安咱讲，咱是上帝的囝子啊！你我是上帝的囝。咱讲阿爸爸啊，叫你听我祈祷，毋是咧画假的啦。咱已经承接到这个继承人的身份啊！囝是惊咱无注意，无看紧，无在意，无要无紧。所以。第4项，上帝搁差遣圣神，伊原文写讲主耶稣的灵，所以你就会通对遮，甲拄则咱咧读书读迄个尼西亚圣经，就知影讲耶稣基督是对上帝出的上帝，圣神也是对原起初的圣神，因为耶稣的神嘛，所以就无什么圣神是册约，圣神是次等的，拢无，圣神就是上帝。所以人互咱，因为进入咱的心，这个是一个关键耶稣基督救赎，迄个效果出来啊，
但是你有接受无？你也求圣神入你的心，互你通承接这个囝儿的身份。所以，咱讲爱追求圣神，咱来求圣神同在，圣神内住，就是伫即句圣经在讲，耶稣基督的灵进入咱的心，咱就迄个安尼非常的坦然，也是讲咱非常的自信，讲阿爸爸啊，上帝你是我的老爸，天顶的爸安尼，互咱叫做继承人吼。好，咱搁倒转来拄食咱读的圣经，表示讲知蒙知啦，毋过家内读人吼，也毋是遐尼照安尼行就对啦。所以保罗对信主以后属灵的教导，加入太书4章80到12节吼。讲咱还未认捌上帝以前，互遐毋是真心的心灵来做奴隶就对，奴役啦吼。现在信主啊，你又加入太人，谁要去做因的奴隶呢？较早互因奴隶是咱都不得已啊。毋过吼，你捌上帝啊呢，信主啊呢，谁要去做因的奴隶呢？这个咱看见保罗真严肃的。甲这个加入太人提醒，保罗伊毋是担忧，伊这担忧毋是无原因的。伊讲加入太人犹阁互灵界控制，死守着遐年日月份节期个年份。即位你听到这，你就知影讲咱台湾人都上介熟的啊，迄有人专门咧看时看日的，遐看命仙用迄咧做伊的职业呢。这保罗时代都拢有啊，保罗时代拢有啊。咱看到遮，咱就随接着，是安咱台湾人到伫农历7月，就几月就出来啊。平时无咧讲，即摆突然间7月，就逐项拢咧讲。咱已经受即个社会的联络，社会的即个信息已经控制掉的。你毋信，各位毋信，你拢会受影响。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看见台湾的社会会拄到即款的情形，咱要安怎过着一个稳定的节期、平安的7月呢？但是咱就搁想着讲台湾社会受灵界控制是个上典型的吼。一般的社会庙事啦、神明一大堆吼，就无共款，结果是因的神明的生日，咱会去甲注意。毋过全社会的总动员就是农历的7月，咱甲伊叫做鬼月的灵界总动员。兄弟姊妹，这灵界总动员吼。这个毋是无原因的呢，特别台湾人拄到的，安尼上明显。这毋是甲咱台湾独有的就对啦，但是伫逐位所在，伫亚洲真侪的国家拢有即款的。先农历7月会伫台湾，安尼几百冬来拢有拄到即款的社会气氛呢。那一般照这专家所研究出来。台湾有迄个亡灵的崇拜传统，亡灵啦，亡灵意思讲人这个肉体过身佫有鬼魂，3魂7魄，所以你若无甲伊好好照顾，伊就出来扰乱，因为伊就无通食，也是讲无通用安尼。所以伊伫台湾这个社会咧讲的亡灵呢。是迄款叫做无主的孤魂，对吧？无主的孤魂呐，迄主什么意思？神主啊！所以现代足侪迷信者，因厝里拢爱拜神主牌啊，表示讲，这个亡魂是我的祖先，我有负责甲照顾，来放伫我遮有人照顾。但是这世间拢有迄款艰苦人啊。迄款流落他乡无人拜的要安怎？所以扣，咱台湾有真侪遐个庙事拢是即款无人拜，迄
叫做有应公，有捌听过吼？有应公吼，就是遐个破病死的吼，也是遐个拄着遐个风台灾会死去的。逐个人原来是为着安尼苦伤啦，慢慢煞变做亡灵的敬拜。想讲哇，因拢无子孙吼，甲风台，一年吼，会夭着呢，无7月咱开门，互伊出来讨食，食吼，饲互饱，互伊袂去搅扰。等7月底，咱搁甲赶转去，还是讲甲请转去安尼，毋通留到咱遮。这若要讲出伫迄个人的惊吓的心理，迄拢会当理解。但是后来煞变做一个亡灵的敬拜，亡灵的敬拜，这是民间信仰求平安保庇。嘛，甲咱台湾400年来即款历史引起有关系，你拢知影，咱的台湾历史，牧师就毋免加想讲啦。较早咱真侪人对长山过台湾，咱无听一句话讲心肝结什么？讲结归元，是因为迄个时代都交通无方便，风影遐尼大，过乌水沟，讲10个人来6死3去，3流1回头，6个无命，3个勉强留落来，1个看毋是势，佫倒转去，叫做6死3流1回头。表示讲，迄个时代来台湾是真正不得已的。有的人是要走路啊，有的人是伫迄个所在着抗旱长山活袂落去啊，只好拼命拼看嘛呢，坐帆船来台湾。所以遐个苦难就伫咧啊。是讲咱的祖先一代一代、一族一族，也是一款一款的迄个姓，比如讲漳州人啦、泉州人啦、东安啦，也是潮州啦，遐个人客家啦、闽南啦，拢来迄阵大家拢是为着生存你用着我的水，我就甲你拼命，因为迄阵也无詹文水库吧，也无乌山头水库啦，所以要有水通栽种，我毋得有通好食。迄阵拢是为着要生存，所以迄款的拼斗是哇，定有诶啦。佫加上清朝时代讲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就当时清朝的官都无遐尼英明，所以拢咧苦毒遮的百姓嘛，所以大家来反来反这个故事咱真清楚。所以即款的历史煞变成咱现代即个7月迄亡灵的敬拜非常的即个兴盛啦。但加上现代是现代加上传播媒体，新闻一直报啦，对头报，慢报，讲叫你都爱惊毋通，你都爱毋通安怎，毋通讲互你毋信嘛，就信啦。因为新闻甲你讲的佫一项商业推销佫较厉害。你也看新闻，迄个广告逐摆安尼讲7月要买衫，要拜啥货，即嘛全年拢甲你摆好讲甲你摆倒，钱开就好我替你摆倒，简单方便我开钱就好所以即个商业的推销佫较不得了。上感觉互咱感觉迄个安尼足艰苦的，讲政治人物啦，到这个时阵迄新名拢起来咧用就对啦大家政治人物拢讲我即个，特别最近观光互人定定咧用安尼我就想到一句话，咱知影讲迄个南北战争的时阵，美国美国南部的人嘛信耶稣，北部的人嘛信耶稣，两边煞为着黑奴是遐乌奴煞拍起来啦，迄阵的总统叫做林肯，伊讲迄句话，互人感觉这毋得正港的信仰。有人甲问讲恁两边拢信耶稣是送要，你要挖送上帝要挖倒一边恁倒一个较求上帝，甲恁斗
到战争安尼较会赢。林肯讲一句话讲，毋是上帝我这边，是爱我上帝迄边。我爱我上帝这边，那是上帝所爱啊。今日毋是这政治人物你看，咧竞选都无要找咱讲伊的政见，拢走去庙里啦。反正倒一个庙是伊的，伊就会当选安尼。这拢是咱知影，这个社会你拢真了解，即款推波助澜，引起咱对这个神明，还是讲这个神灵，还是这个鬼神的这个惊吓。这是咱生活上定定拄到的。总是咱若看圣经，你毋通感觉讲这是奇怪，人讲一刮通就百刮通啊，这就是保罗甲咱讲的。这样追根究底，就是讲，伫逐个社会、逐个国家拢会拄到这款的代志，是因为咱甲天界的邪灵，这个黑暗世代执政者、掌权者、宇宙跟社会势力咧作战。伫逐个社会无共款的神明，你叫袂出来。咱知影讲伫印尼喺巴厘岛，毋知有几千个神明啦。印度嘛是一大堆神明。但是归根究底，就是黑暗的势力。伊伫无共款的文化、照你的需要，就提供这神明互你拜。保罗甲伊点破，咱就是咧甲天界的邪灵、黑暗世代执政者、掌权者、宇宙的社间的宇宙间的社会势力作战。这是以弗所书6章12节所予咱的。即句的原文的经节是安尼，伊讲，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即个黑暗世代宇宙统领者、权力者、掌权者在交战。所以兄弟姊妹，咱到这就清楚讲，咱讲一刮通，因为你看见这一大堆有的无的异端骗算、看时看这什么，到尾你甲解决讲，这就是圣经保罗所讲，迄个黑暗的势力咧控制。当你若找到这个，你就袂去惊到啊！你若找到迄个源头，上帝的开力，咱就会得到。所以安怎？咱甲看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态度，第一，咱就是我坚信我靠掌权者主基督。伫十字架顶，圣经在书2章15节讲，基督亲自解除灵界执政者甲掌权者的关系。把因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公开示众。基督徒，你有一个确信讲，那我对耶稣基督，伊为着世间人来死，流出宝血，我已经成做囝儿的身份啊！我领受到这款的权柄，这个权柄是，毋是我家己去争取的，是我对神所得到的，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世间、这咱看到的黑暗的关系，遐神明已经当作俘虏甲绑掉的啊！我若相信这个，其他的开力就无搁再搅扰到你。感谢主，咱伫7月受这个社会影响，有真侪代志，咱讲诸事不宜，对无你会惊迄是正常啊。因为咱是受这个社会影响啦，但是你要怎超越这个，爱有坚决的信心、信仰，毋是安尼，人讲戆大迄款的，是你清楚我所信的，我所做的。拄仔讲到安尼，咱昨昏足老热比现在做礼拜人较济哦。咱昨昏来甲咱的詹牧师搁丁翠师母结婚，咱甲伊欢喜老热。足盛况的安尼。咱才知影讲昨昏是咱的瑞平牧师的生日啦，所以我用这日来结婚对吧？但是我感觉一个更较有意义的代志，咱的瑞平牧师甲师母结婚是7月呢，你敢知？几月结婚你知影哇，这足好的信仰。我伫高雄的时阵伫牧会拄着我前任的牧师，迄个戴中德牧师，伊。退休嘛，我去接伊。伫咧甲因做，因为退休了，拢搁伫教会咧出入啦。就听到伊的牧师娘伫讲，
我甲戴牧师吼，嘛是农历7月结婚呢，吼安尼啦。啊，咱遮7月吼，上容易拄着是风台。即戴牧师娘讲吼，迄阵结婚，因牧师已经去破处咧做传道啊啦。啊，迄阵拄啊台湾吼，要讲叫做战后啦，光复也好啦吼。啊，所以即戴牧师，那个互人调去做兵啦，安尼。啊，所以要做兵，毋知是前啊后吼，啊，就带牧师娘讲，迄天吼拄啊风台落大雨，啊也无轿车吼，啊嘛无轿呢，坐什物？坐牛车。啊过遐田花路，啊讲规个新娘哦，拉啊规个骹露过毛啊，一大堆安尼。伊咧讲这事，当然是讲笑讲笑，毋过啊一个足深的记忆就对啦。啊，这戴牧师。因就常常伫即7月时阵讲，人阮就是伫7月结婚的啦，吼啊幸福嘛无输人啊，吼意思讲也无看到啥物困难的事啦，啊用即个诚做伊一生信仰的见证。敢若讲我是7月结婚的，就会当印证到你对上帝的信，因为你就是无互即个年月嘛，无互即个7月即个来影响到。我相信。啊，咱的詹牧师因一生嘛会当用即个诚做一个水的见证，表示讲我已经是上帝的囝，才会无气力，才会身界，也是讲天空的邪灵，无搁再影响到我。啊，这是咱一个真水的见证。过来，若是咱要安怎定定保持着这款的信心？因为你生活即个生活。广告、电视定定咧播啊，你无影响嘛影响。你要招朋友讲行，咱来佚佗，伊讲袂使诶，这7月我袂使，你拢会影响着。所以咱若是坚信哦，咱就爱伫生活中，你爱靠祈祷，邀请圣神同在。因为拄则咱看到圣经啊，伊讲吼，一切耶稣基督的灵进入伫你的心，你毋是讲你袂惊啦，袂惊是假的啦。真正会惊，但是我讲圣神啊，求你甲我同在，互我拄去才会惊吓。因为遮伊邪灵用各种的办法，就是我拄仔讲的，讲种种的呢排山倒海去甲你影响，甲你影响，互你真做伊的奴隶啊！啊，所以你都要对抗，毋是靠你啊，你迄气无法哩，就是求圣神甲我同在。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所以咱爱伫祈祷中靠着祈祷，邀请圣神同住，宣告咱。赢得属灵精进，这是上界宝贵的。啊，所以咱即马到现在知影讲啊，真侪基督徒慢慢吼，用7月煞当做一个宣告的月呢。7月当做一个见证上帝恩典的月呢，吼。其实毋是干那基督教，有真侪其他遐团体嘛，开始咧讲7月是慈悲月啦，啊孝亲月啦，对无吼？啊，讲日子是好日咯，开始嘛有人咧改变，讲毋通受即个牵制啊，安尼。啊，我受基督徒搁较有即个资格来见证7月就是平安月，吼。啊，咱都爱传播恩典这期平安7月的福音，邀请乡亲咱的同胞对黑暗进入光明。啊，所以咱有真侪机会，甲咱的朋友。甲咱的真侪的亲情，拢有即款的情景。咱爱有一个态度，讲毋通共踢笑，毋通讲啊，你这有够讲啊，惊死死，毋是。你会甲伊讲哦，真正有即款势力会甲咱影响，但是好佳在，吼，我有耶稣甲我伫地，圣神甲我同在，吼。虽然有即款的黑暗的势力，但是我有主耶稣保护甲我保护啊，所以我。毋是我毋惊，是我靠主我毋惊啦。吼，啊，伊款的，你安尼人就会讲哦，啊，白白安尼，我也袂使搬厝啊，也袂使安怎，袂使安怎，袂使安怎，啊，你拢无要紧，哎呀，啊，你的信较好哦，你的信仰较好，这就是咧传福音的机会啊。啊，所以我最近有看到两个小故事，感觉真有意思，用这来做结束。啊，我迄天看到一个牧师啊，吼。伊搭一张伊的海报，伊讲伫苗栗吼，因伫昨昏举办一个平安祈福音乐会，就是苗栗的正教会吼，因做伙招伫
苗栗县的县政府啊，办一个音乐会，啊叫做平安7月音乐会，啊请这个王武聪牧师，咱遮伫台中啊拄啊退休的王牧师去做讲员，啊伊对民间的即种习俗真够讲，啊要讲起讲啊，咱要安怎得到平安吼？毋是甲恁反对，是甲恁讲，恁若要伫7月要有平安，请你来信耶稣，请你来互耶稣甲你保护，啊用音乐啊真温暖吼。啊，即马台湾真侪所在，无论是大型的、中小型的，拢慢慢啊伫有。啊，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即张是海报啦吼，伊互啊苗栗县遐证人来参加安尼，王武聪牧师当做伊一个讲员。我看到一个教会新闻讲，湖口的新德工业区吼有一间叫做汉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督徒做头家啦。伊知影讲伊的员工吼，7月嘛是会惊啊，要求平安啊，啊要求吼袂使，阮基督徒公司都无要互你拜啊，啊要安怎？咱会办即个平安礼拜，代替中原拜拜安尼吼。嘿，啊人安尼讲咧到着遐员工一个顾讲，有影哦，来行平安礼拜吼，比拜拜更较好呢，佫毋免开钱啊。啊，所以呢，因有一个宣告讲。耶稣甲鬼的互动只有一件啦，斥责，赶伊出去，无妥协安尼。啊，这个是迄个啊汉唐科技公司应该是头家啦吼，啊因伫迄个公司内底做迄个啊伫遐来聚会，啊上面了解到这员工无共款信仰的需要，我是用祈祷、礼拜、唱歌来求平安，啊这是咱。追求，也是讲来即个宣扬哈，稳定这期平安7月一个理想的方式。无论是大型的，也是你甲你的朋友用即个方式，你知影讲我有信心，是因为我有主耶稣基督通我靠。感谢主。最后，我要招咱用这段祈祷文来成做咱的结束，啊，也当成做一个咱要读起迄个灵界教教的祈祷文，你会当。啊，伫你的生活上，也是讲交朋友，做伙用这祈祷文，啊，然后咱要请施宝老师来做见证吼。啊，一段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读，啊，你来看讲这个祈祷是安怎祈祷。讲报读灵界教教上海祈祷文，伊讲万主的主，万神的神，救主耶稣，我现在诚心向你祈祷，求你赦免我一切罪，担当罪所带予我的咒诅。甲报应，我也要信靠你，求你用你伫世界顶所留的宝血，洗清我一切罪过，救我脱离凶神恶煞的捆绑甲伤害，赐予我自由甲平安。求你进入我心灵内面，赶开一切惊吓，使我心灵有安定甲自在，保护我，互我安然好困。我一生愿意信靠你。求你引带我，使予我开力，通赢过5项灵界的搅扰、禁区甲冲刷的威力，享受伫救主耶稣内面的平安甲喜乐。求你接纳我诚心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当你本身有需要，还是讲。你有朋友伊有一款的惊吓啊，迄个六神无主，你会当用这段祈祷文，招伊讲来，我招你作为祈祷。啊，当伊祈祷是叫伊讲我是甚物人啊，将这个交托给上帝。感谢主，咱这时也要来请慈宝老师来分享咱中部大道啊，迄个真宝贵的见证。咱甲泡泡欢迎来。